咁我哋醒獅醒獅，咁大家睇到呢，我哋即將比賽嘅高裝師啦，係嚟自廣州嘅隊伍。咁按照我哋嘅比賽規則，大家有啲觀眾可能唔知道，到底舞獅係點樣㗎？比乜嘢啊？高裝師嚇。咁喺度我都科普一下。咁我哋比賽呢係有7到10分鐘嘅時間。咁喺獅子咧能夠上妝完成咗一個整個彩青嘅套路啊！咁配合咧就係用鑼鼓茶嚟現場敲擊嘅。咁我哋睇到啦，而家運動員做好上妝前嘅準備。現場好多睇直播觀眾啊講啦，咦？呢支隊唔係猛龍國邦啊，咁而且抽籤係抽到第一。咁我哋知道啦，碧根龍獅團啊，亦都有光明嘅歷史、光明嘅傳統。咁每年啦，佢哋亦都做東道主嚇，亦都係搞比賽嘅。我記得每年春節啦，佢哋亦都有邀請我哋中山嘅朋友過去參賽。課程俾掌聲好嘛 ？Yeah！ 咁舞獅嗰個咧都有預咗㗎啦，係咪啦？一氣呵成。好啦，咁我哋睇到啦，呢個高裝獅上妝咧係獅子上山嘅一個過程。咁何謂翻山越嶺呢？咁紅獅上到去連續一個飛躍，一個山坡橫過咗山頭。咁我哋睇到原來咧敲擊用鑼鼓茶嚟嘅。咁我知呢啲隊咧，佢亦都有啲創新，睇下用啲乜嘢器樂。咁將獅子咧喺山上嘅動靜驚異嗰種神態，活形活現嘅表演啊！而家係最後一個高峰單樁，咁我哋睇咗4隻腳踩上去，有啲觀眾問：喂，個盤有幾大？直徑？咁其實同大家科普下，其實得個38公分，大家揾隻手度一度。嗱，
吹口哨都係一種設計。嗱，好多自媒體都有直播嚇，各位觀眾，大家知道啦，我們醒獅呢上山最後的目的是什麼？採青點啊？採青啊！嗱，我聽唔聽個鑼鼓聲啊？邪獅子諗緊個鑼鼓聲啊！唔正唔食，正先食；唔正我唔食，正先食，係嘛？你廣東佬先知。好，成功採青啊！步步高升。嗱，獅子採青咧，食都有佢一種相。所謂人有人形，食有食相。咁啊，獅子食嘅過程咧，佢都唔使擔心嚇，辛苦揾埋自在食啊！話前面嘅辛苦過程，慢慢食，食落有骨嘅，掠咗佢啦。嗱，咁啊呢啲咧好講衞生，食完咧都要擺下隻前爪啊，掃乾淨佢啊！好開心落山啊，順利，大家大利百無禁忌嚇，全面勝利！好，俾啲掌聲，過嚟！嗱，咁我哋剛才睇到啦，個鑼鼓一收就係佢比賽結束。咁我哋裁判員咧個秒表咧喺個時候就嗰一刻就唰一聲就收咗。咁我哋請裁判員集中進行技術共識。嗱，咁我哋睇到嚇場上咧，我哋剛才介紹過啦，分別有9位嘅裁判員係現場進行獨立嘅試分。咁喺第一支代表隊裏邊咧，咁我哋裁判組咧會有一個大家會有一個共識，因為今晚8支隊9個裁判咧，佢哋有分別唔同嘅位置。咁喺每個角度裏邊咧，我哋都會睇到裁判員會現場獨立試分。咁另外咧，場上